在违法修正案三读通过，预估地方中央分予地方的税金收入要加拨3753亿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讲，若安尼是未来拄着天灾，地方政府就要家己去想办法。这款讲法引起在野的批评。杜英泰解释讲，伊的意思是新法会害苦人变甲空空，希望外界唔通甲伊的话站头起尾。未来台风来临，行政院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到各个地方去。地震来临，地方政府要自己非常勇敢去面对。另外，伊在前修正为分法三读，行政院长杜英泰这话其实引起在野批评。不过，伊伫暗时经由面册来公布全文，也爱外界看清楚才落笔。杜英泰讲，伫新法之下，中央国库变甲空虚，伊强调真无愿意看到这款的代志发生，希望各界冷静来思考，是毋是有另类机会做补救挽回。难道未来地方补助只有赖友友能获得关爱的眼神吗？在民主国家，没有第二句话，就是道歉、辞职、下台。蓝营故意曲解卓院长的想法，国民党自己修恶法，再来攻击说真话的人。根据财政部初步测算，修法了后，台北市增加是全国第1名，新北市第2名，高雄市对500亿增加到745亿。伫非直辖市内底，新竹市是非6都内底上最。不过，屏东县虽然增幅109%，却是非直辖市内底上尾名。屏东县长周春美面色批评，讲修法无公平，有大南北差距。另外，台南高雄增幅也排6都上尾2名，国民党、民进党继续互相批评。这个分配的公式是非常不合理的。可以说是北部吃肉，东部喝汤，南部连骨头都啃得很辛苦，绝对无法善罢甘休。我举手支持财划法通过，让台南市的分配款从322亿增加到485亿。对着在违法通过条约，各各县市拢有意见。屏东县政府也发声明，讲新法忽视离岛特殊地理的需求，排除离岛是客观广大海域面积，敢若以人口数甲营业业为主要计算的单位，造成分配不公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